为了传领外地游客轻松上台南，淡市观光旅游局今年暑假推出集团旅游手册，集合并且举办造势会，包括市府团队、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、旅行观光发展等产业龙告场正式发表。局长还有许议员，转完台南低碳旅游交通攻略手册正式发行哦。这个低碳旅游哈，伫咱台南特别适合。加上咱台南的这个火车按新营一直弄到咱这个高铁站，公车咱交通局公车的系统佫真完整。最近咱 T 拜今仔代表嘛来吼，佫加上 T 拜安尼落去拄好，坐火车看风景，坐公车有较省，骑 T 拜吼现在蛮营运啦吼。所以在台南这种低碳旅游的交通这个游程的规划就特别的有特色哈。局长强调，知名旅游平台 Booking.com 所推荐全球10大影响旅游城市，台南成为台湾第一亚洲唯一入选的城市，所以邀请大家用大众文书来台南旅游，来当轻松踅各大热门景点，而且搭配手册发行推出几张抽奖活动，下载旅行台南 App， 伫今年底进行完成，地当参加抽奖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